政府早前發表香港營商環境報告，一國兩制獨特優勢，全方位展述香港優越嘅營商環境。香港創科土壤日漸肥沃，帶嚟龐大嘅發展機遇，亦都係香港提升競爭力嘅關鍵。現屆政府大力推動創科發展，投入大量資源，提升科研基礎設施，資助研發活動，支持產學研協作，以及匯聚同培育科技人才等。香港穩佔全球初創企業樞紐嘅領先地位，更加見證20幾間獨角獸企業嘅誕生。香港喺國際排名上亦有相當唔錯嘅表現，喺國際管理發展學院2024年世界數碼競爭力排名中排名全球第7，其中喺科技方面排名全球第3。香港係擁有5所全球百強大學嘅城市，同時擁有多個重點實驗室，盡顯香港嘅科研實力。國家正以高質量發展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。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結合一國兩制優勢同一河兩岸嘅地利，正正係大灣區喺創科領域中重大嘅合作平台。特區政府早前發布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發展綱要，展述重點發展方向、策略同目標。香港園區首批租戶將會喺2025年下半年開始進駐。其餘部分預計2027年起亦會陸續完工。政府喺全速推進河套香港園區發展嘅同時，亦都加大力度引進世界各地高潛力、具代表性嘅重點企業。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，成功引入84間重點企業落戶，有唔少係市值或者估值過百億元嘅創科企業。預計未來幾年會為香港帶嚟大約500億元嘅投資，同創造超過2萬個職位。喺一國兩制同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下，香港有國家作為最強後盾。香港要把握創科呢個全球發展嘅趨勢，積極發揮自己匯聚中國優勢同國際優勢嘅獨特優勢，為香港擴容賦能，創造新機遇。